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湾通信读册会第30回。我是鸟豆，还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一举办，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希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29回读册会的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照有甲咱斗起这个网站，还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加好催促台语甲台湾通信这本册，甲前29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打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这礼拜竞选的文章，作者拢是丁彤丁教授。伊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副教授。第一篇是父母是传承母语的使命者，家庭是母语教育成败的关键。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85页，线顶114期第一页。啊，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第二篇30档特刊回应。翻头看，父母是传承母语的使命者，家庭是母语教育成败的关键。这篇文章伫台湾通信特刊386页，伊无线顶。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请麦，欢迎来斗阵读册。以上是开场。第一篇，谁要开始读？我先开始嘛会使，还是有谁要来先开始读？梁志讲伊今仔日伫学校，伊无册，较无方便。还是我开始。我读3拍好啊。父母是传承母语的使命者，家庭是母语教育成败的关键。丁凤珍说明2003年7月初5，张学谦先生伫台语网转寄，请甲我讲母语教学的好方法。这篇文章作者是阿里山族族的蒲中勇先生。看煞，我回应写这篇文章。我是1970年出世，伫中华县的台湾女性，母语是台语。毋过最近愈来愈发觉家己有巴布扎环保的血缘。伫我读小学的时阵，讲台语是脏话，爱罚钱，阁会互人看轻。迄当时，敢若会晓讲台语的人，就变做二等人，互人看袂起。我嘛捌抓准讲，国语这是正式、有礼貌、有够水准。毋过我的阿母，伊敢若会晓讲台语。等候我读大学了后，台湾社会走向改严后的多元社会，我开始会晓家己读册，自我批判，我才醒过来。而且有一段时间，感觉对家己的母语真亏欠，嘛一直自我责备，一直到今仔日，我的理智甲感情拢野生，敢若爱讲中华民国国语的台湾人，嘛无介意使用迫害我的母语的华语甲华文。毋过为着要甲原住民同胞沟通，也因为我目前对原住民语言的学习真有限，所以只好用中华民国国语写文章，互原住民同胞看。这对我是一款伤感，毋过我要是安尼做，所以我会甲这款伤感记条条，转换做更较正面的动力，互我更较认真去为台湾语言甲台湾文化拍拼。我有学客语，拄到客人会尽量用客语对谈，顺续增强客语的能力。好，以上。感谢小嘉。
啊，小甲甲咱读的这3趴，大概敢有啥物意思啊？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啥物基本，还是你有啥物无共款的读法？若无，问题咱今仔日人较少，无咱就顺续一直读落去安尼。敢有？我是想要讲，咱就继续读落好啊。第二敢有要讲？好来，继续读。好，继续读。好，来。我拄则有一位啊，就是迄个中华，敢若无念较真准。毋知是我有听电话，我敢若听着中华。中华是毋是嘛会当读江华？江华，嘿。好，安尼我继续读落后。我读大学了后，才家己回归母语。迄时才发现家己的母语能力真歹，时常互阮翁踢笑甲责备，因为伊的台语评我较好。有诚侪朋友因为台语讲了无够好，加互人踢笑，煞搁求转去，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国语。当时嘛毋愿搁再去回想家己的母语和中华民国国语迫害的历史甲现实，甚至讲，我们要放眼未来，不要对过去斤斤计较，我们要拥抱世界，不要局限在小小的台湾。毋过我是替照心肠。嘛承认家己的母语能力差爸母一大截，佮感觉对不起甲母语传承互我的士大人，因为安尼佮较认真反省甲学习，甲今日已经过10外冬咯。我感觉家己的母语能力恢复诚侪，毋过也是爱继续加强。头前我会讲甲遐尼长，第一想要讲，若想要甲母语学好，上重要的是信念甲意志。若是无族群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佮抓准语言敢若是交通的工具，安尼就照台湾的外来统治者所做的，降低甚至禁止使用母语，敢若用统治者制定的单一官方语言就好了。所以母语教学爱同时教育族群文化甲历史，而且爱创造族群文化特色的生活情景。因为母语是族群文化的重要基础，若无，敢若甲母语，甚至敢若用母语来教育统治者的外来文化，安尼母语若无法度代表族群的尊严，最后嘛会走向灭绝的下场。那我先读到这里好，我感觉今日客气。好，感谢第二读的这2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啊？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差爸母一大截。一大截，好。我听到是，我无看册，较拄仔就是敢若一大截。我迄日查着嘛是截，佮有迄个，尊严是毋是我听毋着啊？还是嘛有迄个读音？例如，敢会使佮读一摆，就是第5趴上尾一抓。我拄则是咪读尊严？嘿，尊严，歹势。尊严。好，感觉有。第5趴第4抓中迄2字降低啊，拄则这个字你是读啥物感觉会记诶？我是听迄声调，迄个怪怪降低。嘿，你敢若是降低啊？敢若是迄个鸡诶声调，敢若怪怪。我袂记啊，敢若降鸡也是啥？无要紧。好啊，搁有第4趴诶第5抓上尾啊，迫害，你敢会记得你读啥？我是咪读迫害？嘿，迫害嘿。感谢。我毋知影迫害敢会使，可能爱查一个。我是查着 PK。安尼就是迫害。我嘛是看着迫害嘿。感谢小嘉，感谢你。安尼，若无问题，咱刷落去第6趴。当然免读。我来。第2，我读大学了后，会当真紧的回归母语的原因，除了我是替照心肠以外，就爱感谢我的士大人，因前我出世了后，就一直用台语甲我讲话，尤其我的阿母，伊完全听无中华民国国语，所以我一定爱甲阿母讲台语，并且
爱时常替伊翻译用中华民国国语的电视节目，就是讲父母是上关键的母语教师。我感悟到即点，所以伫教阮查某囝讲台语的时阵，伊若是讲国语，我就会尽量温柔的用台语讲。妈妈听无呢，你用台语搁讲一遍。结果我的查某囝嘛学着，甲华语翻译做台语的材料。拄开始伊的发音无够好，毋过我一直学落伊，鼓励伊2-3冬来，伊的语言能力进步诚多。我发现囡仔若是会晓讲母语，伊的母语才有够底底。若是干那会晓听母语，最后伊就会无关系讲母语。若毋敢讲母语，甚至无爱讲母语，囡仔若无爱讲母语，就是母语的死期到咯。这需要是大人坚定的态度甲耐心。我真好运，因为阮翁的语言认同甲我同款，安尼阮要创造母语环境就真简单。要教母语学好好，伫现处时的台湾，定着爱靠是大人的拍拼。有真侪人就是同齐学2款以上的语言，会造成囡仔的负担。讲囡仔会真可怜。事实上，伫阮兜，我彻底用行动推翻即款错误的论调。好，以上。感谢暗公教。暗公教甲咱读即2趴，大家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我无，因为我是无听到。读了真好，真顺。咱即马表奖会当饲100分啊有？好，若无咱刷落去第8趴。敢有人要来读？无我就读哦。我本身是读中国文学系出身，过去嘛捌有一段时间教过中学的国文，毋过我自头都无愿意甲阮囝讲中华民国国语、波波摸甲人北汉字。结果今年9月，阮查某囝要读小学，想袂到伊国语听讲读写的能力竟然煞真好。伊甚至会使干那看汉字，无需要波波摸，就会当念一大段的国语。原因第一，细汉婴时的育婴中心讲国语；第二，电视网架的节目拢讲国语；第三，幼稚园是国语环境；第四，儿童读本大多数是国语注音。伊以前定定要求我读故事，我毋肯用国语念，结果伊家己看注音，不知不觉刷起一堆汉字。第五，阮住台中市，市区的人较爱讲国语。若是有人一直甲我学了阮囝的国语能力足好的时阵，我毋但无感觉骄傲，颠倒搁较烦恼伊的母语能力，所以嘛一直继续增强伊的母语语序语法，而且开始教伊台湾罗马字、白话字、台湾字有一段时间。伊竟然甲我讲，伊感觉国语较好听。我继续假影听无华语，毋过伊后来发觉我会晓国语。我甲伊讲，阿嬷敢若会晓台语，伊一定爱学台语，若无阿嬷就听无伊咧讲啥物，安尼阿嬷足可怜的。然后我稳稳甲伊解说，每一款语言拢有伊的特色。即卖伊已经无阁认为华语较好听。后来伊买着网架小魔女哆瑞咪。我顺势讲，咱兜是负责教人讲台语的魔法家庭，爱讲台语，魔法才会进步。而且伊的母语使命是爱教小弟讲台语。有一天，伊会发觉这是骗伊的，毋过重点是，伊因为安尼一冬来不断增强母语使用的能力甲母语使用的机会甲能力，讲母语煞习惯成自然。甚至伊嘛发觉，伊有的同学竟然会晓讲台语，
而且嘛有台语客人，伊真欢喜。虽然伊甲共年岁的囡仔还是较惯习讲国语，我甲阮囝讲，阮兜有华语无国语。毋过我相信，若是阮兜一直拢是母语做主体的语言环境，到伊将来离开厝以前，伊的母语敢若会进步，袂退步。以上这两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敢若听到即迄个变调的部分吼，第9趴迄个小魔女哆瑞咪后壁迄个我顺势讲，我会安尼读啦。你拄则敢若是读我顺势讲。我顺势讲，安尼敢对？毋知。你讲不到，我顺势讲。我顺势讲。我顺势讲好。嘿，好，感谢。感谢小姐，感觉有。若无咱就退落去吼。无，读了就好诶。感谢。毋过我读法看猫豆共款诶。是毋是因为伊迄个意思是讲，伊顺迄个势来讲安尼？嘿，对，我是安尼解读诶。OK， 好，感谢。安尼第10趴，敢有人来甲咱做伙读？阿秋，我来念看觅。感谢阿秋。若是父母两人的母语无共，我认为嘛爱坚持完全使用母语。老爸甲老爸的，老母甲老母的，同时老爸嘛应该爱学牵手的母语，老母嘛应该爱学红色的母语。安尼双语学习，囡仔读小学进前，母语的能力一定诚好。上重要的是，莫阁替因中国人教咱台湾囡仔国语咯。因为除了父母以外，整个台湾社会甲传播媒体差不多拢是国语的天下，无需要是大人家婆。敢若心肝掠瘫痪的是大人，真心疼小是细，阁遵循父母是大的人，才会坚持用母语来甲囡仔表达情意。父母若毋肯教，母语注定灭绝。我7岁的查某囝，华语文能力上强，这绝对毋是我教。台语的能力嘛真好，伊会当用台语家己编一大段的故事。幼稚园读双语班嘛会晓一寡美国话。有当时我嘛会教伊一两句客话，伊嘛会晓唱悠悠 TV 日本网架的日语主题歌，这全然是伊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我问伊学这类款话，敢会辛苦？伊讲袂啊，甲伊的同学比起来，伊加学着使用台语的材料，这敢毋是真互人欢喜的代志？伊轻轻松松就学会晓台语，实在是祖妈祖公有保庇，感谢。毋过，正做一个台湾囡仔的父母，我搁较盼望咱台湾的社会甲传播媒体会当真心回归台湾语言，莫一直做中国专制独裁文化的打手，替中国人来糟蹋消灭咱的台湾语言甲文化。咱爱继续教育台湾的传播媒体甲执政者。多谢。感谢阿秋，阿秋甲咱甲这篇读了读4趴。阿秋甲咱读的这4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有听到一字伫咧上尾趴第2段，真心我会读回归啦，拄则阿秋是读回归，
我应该这集应该是读回吼，敢毋是读回？查一个。我是查着回，毋过敢有回？有回嘛有下，毋过无回吼。有回嘛。我拄则我听阿秋是读回啦，嘿，伊读回，都无即个音嘛吼。好，以上敢若听到这集。好，感谢小家，感觉有安尼咱即篇读了，咱后一篇读了，咱再共齐来讨论，若有啥物感想安尼？因为伊算是同齐安尼。第二篇，敢有想要来跟各位读？阿明敢有方便读册？有啊，无我来读。好，感谢。这篇写伫2003 7月7日，真多谢台文通讯，伫迄当8月15甲揭出来。迄时phòng頂的大漢囝6歲外，細漢囝1歲半。2005年基督教長老教會的林自玉長老邀請phòng頂第一管理的台語信望愛網站的台語家庭這個專欄做主筆。這篇文章伫2005年12月嘛有放佇遐。感謝這個台語家庭專欄，互phòng頂留了2個囡仔古錐的台語囡仔時的記憶。後來因為囡仔大漢，phòng頂真久無閣繼續佇遐做事啦。林長老看到phòng頂定定會講愛繼續，因為無用，害咧，時間就安尼過去啊。共迄年2003 9月15，我寫一篇台灣囡仔青青讀中國小學。迄時阮住台中市，阮的頭一個囡仔要去讀中華民國的國民學校，互phòng頂真操煩，就寫一篇散文，下骹掠一段，參大家分享。好，我先讀到這。好，感謝你。阿明甲咱讀的這3篇，大家敢有啥物意思啊？啥物所在要討論？敢有？好，這個無講話就是無。感謝阿明。第4篇，我要來讀。感謝丹咯。今日中國的角度，各位家長請放心將孩子交給我。青青的先生是一位真溫柔的查某先生。毋過因為先生攏一直講中國話，青青的媽媽就開始煩惱，因為伊仰望台灣囡仔，青青會當透過台灣話來認捌這個世界。佇厝裡，爸爸媽媽甲青青攏用台灣話講話，想袂到先生閣講鄉土語言的前10節課要摕來加強保摸。青青自從讀幼稚園就一直咧學保摸，伊需要加強的是講台灣話的機會。毋過學校哪像感覺台灣囡仔學美國話比學台灣話閣較要緊。小學1年的囡仔就安排逐禮拜1節英語課。我先讀到這。感謝丹咯，甲咱讀的這3篇。大家有啥物意思？啥物所在要討論？有一字其實頭前迄篇嘛出現過吼，就是佇咧拄則單獨讀的第2篇的為落尾算起來第4紙，迄幼稚園，你是讀幼稚園吼？啊，頭前迄篇鳥豆敢若嘛是讀幼稚園，對無？對。啊，毋過這字其實我去查過有另外一個講法是幼稚園。幼稚園哦。嘿啊，我感覺即馬大家敢若攏是講幼稚園較濟，啊若無就幼稚園，為一個來安尼。幼稚園。所以我甲大家補充一下，等有收幼稚園，嘿，啊是第日收的。好，以上。感謝小家。幼稚園咯，幼稚園我有聽過，幼稚園我較毋捌聽過。為迄個幼稚園啊，然後日語翻做
翻做幼稚。啊，我是感觉，咱就讲幼稚园、幼稚园，感觉起来吼，敢若听起来，敢若就是幼稚，就是较细汉的囡仔嘛吼。啊，幼稚，互人的感觉就是敢若哪囡仔共款，大人嘛有幼稚啊，无一定是囡仔才是幼稚啊。我会感觉若甲翻做幼稚园，还是接讲幼稚园，安尼较自然的意向。好，感谢两姊，感觉有好，那无第7趴，敢有啥物？我继续。好，感谢边。青青的妈妈真毋茫伫学校的时阵，有搁较侪机会互台湾囡仔接触台湾话，因为除了爸爸甲妈妈，青青一出世，同台湾的人甲传播媒体，拢一直咧教青青中国话。大家敢若一直咧惊台湾囡仔的中国话无够好，惊台湾囡仔的英语无够好，所以感觉台湾囡仔台湾话袂晓讲嘛无要紧，是安怎？台湾囡仔的是大人，因拢会晓讲台湾话，所以该用中国话来教台湾的囡仔。妈妈的烦恼，青青无法度理解。伊真介先生，因为伊讲话温柔，佮生做真水。青青对未来的一切拢真好闲，伊目睭正细倒细，看到妈妈踮教室后壁用手写笔，伊专心看先生迄边，妈妈实在真袂放心我呢。青青感觉妈妈爱较信任伊咧，因为伊已经毋是细汉囡仔，伊即马是大汉囡仔咯呢。好，以上。感谢阿明，阿明甲咱读的这3趴，第7趴到第9趴安尼。大家讲有啥物技术还是啥物所在要讨论？无人讲话就是无，感谢阿明。好，第1趴，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我当试看卖。好。敢会读伤济？袂，你读了真顺真好啊。安尼吼，真歹势啊！我就读落啊。感谢阿明。一时红顶甲青青拢咧无用顾青青的小弟威廉，威廉定定讲一寡囡仔的古锥话。按2005到2007年，红顶记录介侪，真欢喜台文通信有刊出上头前迄几篇威廉台语古锥话，刊伫台文通信152期。第2篇刊伫153期，较侪是放伫台语新闻爱的台语家庭专栏，阁有袂少我敢若老记录的手稿，也无甲因整理好势，直接分享威廉古锥话的前2段。好，我先读到这。感谢阿明。阿明甲咱读即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要摕出来讨论？我感觉上尾迄个字可能就是调分，是单对无？应该是第1条吼。对。因为2段敢若怪怪吼，敢若无啥物意思。感谢阿明。感觉有？你讲2段哦？2段，一2段是啥物意思？应该是一2段啊，但是你若讲2段，你敢知影啥物？2段吼，2段你若像讲鸡啊对无？鸡啊你甲刣落啊，刣落咧鸡母，你咧刣落吼，幼内底鸡母会生卵嘛？啊，伊个敢若就是伊个还未发育诶卵仁，伊个伫个体内有细粒、中粒佮大粒，啊，迄个吼。咱会甲讲，迄个叫做2段，迄个物件是介趣味啊！你可能你若毋捌刣过鸡，还是毋捌去买过去迄个市仔内底买过迄青的鸡肉，你就毋知即个物件。我拄仔好想着，2段，即个会当甲恁讲者，以上。感谢两姊，感觉有，若无就刷落去11趴。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其实就剩无济啊。我来读。感谢丹罗。
我是读一趴的话，我想要读偌济就读偌济，读了无限制。敢讨论啊。感谢等咯。若有人要读，就是会当直接举手，安尼我就随停落来好啊。威廉是为着纪念编著台湾头一本台语字典的门音新字典，就是甘字典的甘威廉牧师所号的名，是按因阿爸提伊的名内底拣出来的。汉字写作威廉，是因为笔画较简单，嘛为着要闪因表兄名姓的汉字。2002年，威廉伫台中市出世，是一个查甫囡仔。伊的台语老师是伊的阿姊青青，阿母甲阿爸是助教。即马威廉要来开始讲伊的台语古水话啊。第一，我家己想的，2005年，威廉满3岁了后，台语愈来愈敖讲，会家己重新组合学到的语词，讲出真侪互人欢喜的台语，会晓做的代志嘛愈来愈侪。阿爸阿母定定甲伊问讲，你哪会遮敖像家己的？威廉应讲，我家己想的啊。青春100年，阮兜2个台湾囡仔拢大汉啊，加在因拢介意做台语人，嘛会用台湾字、白话字写台语的卡片，参 FB Messenger 互红丁。红丁即马敢若希望因会当过着家己介意的人生，行家己的路，做家己的主人，平安勇敢，安尼就真感恩。好，我读到遮。感谢丹路，甲咱甲一篇读了。丹路甲咱读这几趴，大家讲有啥物所在、啥物意思要讨论？我有2个字的迄个变调，提出来讨论一下好啊。第11趴是为落尾算起来第4段上尾迄4字，查甫囡仔。拄则单路是读查甫囡仔，还有下骹算来第2段，上尾迄2字，应该是我是会读古水话，拄则单路读的是古水话。好，以上。感谢小家。应该是我无变调，歹势。感谢小家，感谢丹路。安尼咱这2篇读了啊，毋过其实这2篇讲的是，拢是陈宏丁教授写的。大家讲对这2篇讲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这甲母语家庭是毋是同款意思？咱即马在做厝里有囡仔，第甲伊讲台语的，敢若是例如吼，其他的敢有？秋请讲。无啦，我是讲我有啦。你有啊？我已经讲真久，我今已经30外啦。我连我甲非伫我甲狗甲人甲非伫甲囡仔，不管大细汉啦，拢是讲台语的。像你安尼少年呢，恁囝已经30几岁啊？嘿呀，看袂出来呢。用看拢嘛看袂出来。你后生嘛是拢甲你讲台语对吧？伊哦，大部分啦。毋过伊甲伊的女朋友拢是，伊的女朋友就是讲，嘛是会讲中国话啦。毋过我甲因女朋友的囡仔嘛是拢讲台语啦。所以甲迄款细汉囡仔讲台语，目前是无拄着啥物问题。其实迄囡仔已经一个高中，一个国中啊，因阿嬷嘛拢甲伊讲台语啊。嘿啊。安尼听起来是袂歹啦，至少有许多人会甲伊讲台语安尼。手甲因讲台语，敢有拄着啥物问题？妹妹迄个国中迄个较袂讲，哥哥迄个高中迄度较
较袂，就是讲我讲我的台语，啊，毋过伊拢会讲中国话。哦，伊听有，毋过伊无讲就对啊。伊较袂讲，啊，迄个免国中即个较会讲。哦，嘿，这嘛毋知是安那。我拢想讲是查甫较会讲，结果毋是，嘛无一定，因为嘛无一定是查甫查某，要讲袂讲。毋过至少你甲因讲台语的时阵，因袂去讲，你敢袂使莫讲台语安尼？无啦吼。我以前捌拄过一个，迄个囡仔，伊敢若国学啊3-4年哦，因为我拢甲伊讲台语，伊毋知影吼，就是讲伊毋知影什么，伊讲甲我讲安怎讲咧？伊讲叫我讲正的话，正的话啊，正的话，嘿，叫我讲正的话，伊袂晓讲迄属合做迄个中国话啊，是什么国语袂晓，嘿，讲叫我讲正的话。啊，毋过这个囡仔伊尾仔嘛，就是尾仔因非伫较大汉啊，伊就阮嘛是互动不哩久啦，伊尾仔就袂讲叫我，伊到尾会知影讲，嘛会教我讲台语啊。我只是讲真爱笑讲，伊迄当竟然讲叫我讲正的话。第一道听到讲，啥物叫正的话？叫我讲正的话，我想啥是正的话？真有可能伊本身的华语的表达能力嘛无啥好。伊毋知影迄个要哪讲，伊毋知影迄个做什么国语啦。哦。伊毋知伊讲的话做人讲国语，也是迄个华语，伊袂晓讲济。你是感觉讲台语带起来的啊？我感觉迄个囡仔无正，嘿啊，无正嘿，无正。我分享一个例啊，就是阮小妹伊的囡仔吼，就是阮小妹因翁迄边的，就是因兜是迄个啥，算是讲阮小妹因翁的妹，是我妹婿对无？阮妹婿因爸爸是开机动车的啊，因兜。算是讲经济无遐好啦，吼啊，毋过因兜是客人甲台语甲迄个啥讲客语的人甲讲台湾话的人结婚，吼因家庭是安尼啊，所以因兜基本上就是母语较济，啊，毋过阮兜就是阮兜遮是阮厝内拢大部分是讲中国话较济，吼啊，阮母阿甲嘛较无要教囡仔讲台语，吼，因为伊早是迄个国民党时代国小的老师啦，吼，所以伊就是较主，就是伊规个头壳内底拢是迄种中华民国教育，所以伊咧带囡仔的时阵。哦，阮小妹因为伊爱上班嘛，所以伊就是囡仔有当时送阮母阿遮请伊照顾，啊无就是有当时送去因翁遐照顾，啊就是迄囡仔就敏感的啊，所以去到阮妹婿因爸爸妈妈遐的时阵，就是会讲会听到台语，啊毋过，因为阮母也较强势，因为伊早是小学的老师，所以伊拢教阮小妹因囝就是教讲就是迄种就正音的迄种华语爱更记的迄种啊，而且拢会甲伊教讲，就是你这要安怎讲，就是这样念才对，那样念才对，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相对来讲，就是囡仔的印象就是讲华语迄个安怎讲，就是迄个拄则阿秋讲的迄种，就是较正吼，啊讲台语啊，讲客语迄种母语的。就是较无遐尼有迄种安怎这真正就歹讲的，就是较歹就对，就是伊毋是迄种歹，就是讲较歹啊，较环境无遐好，而且就明显的啊，囡仔真正是就敏感的。我之前几摆就是甲阮小妹囡仔就是斗阵的时阵，我拢会调讲甲讲，吼讲你爱加讲迄个母语啊，你若会晓讲台语就讲台语啊，迄个啥。阿公阿嬷若是甲你讲客语，你嘛是爱学啊，吼，迄是真宝贵的物件哦，真好的物件，你爱定讲哦。啊，因为伊甲阮母斗阵的时阵伤济啊，吼，所以伊即马昨我去找阮小妹的时阵，就是我甲迄个囡仔讲台语，伊煞开始听无啊，进前是小可拢听有哦，佫会甲我应哦，啊，结果昨我去找伊的时阵，伊就开始有迄种表情说，听无我咧讲啥，啊，就是嘛无要甲我应台语啊，
足紧的哦，迄其实这无偌久的时间，差不多半冬一冬，无到一冬，半冬的时间就变安尼啊。所以我感觉就是爸母一定爱足坚持啦，因为囡仔人就那，就是伊啥物代志拢会学，伊看到的物件啊，听到的声音，伊拢会吸收入去。哦，所以包括咱的态度，嘿，我感觉这最重要的。爸母一定爱足坚持，而且爸母家己爱读册啊，爱读历史，嘿，家己先建立迄个意识了。你咧教囡仔的时阵，囡仔嘛会吸收到迄个意识，就是这就是咱的爸母话啊，这就是咱的主体啊。我就是爱讲这，我生活当中绝对袂使无讲台语，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嘿，我感觉爱至少爱建立到这种的意识甲认知。好，以上。感谢丹老甲咱分享，足可惜的吼。囡仔学足紧啊，无讲无学嘛，足紧就袂记啊。补充者，不过我就是我差不多拢是怎半冬，还是讲几个月，我拢会送一两本迄种台语的话本互伊。嘿，伊的爸母敢会参与讲？其实阮小妹袂拜铁讲，就是教囡仔讲台语，不过伊的态度就变做是讲，伊较想要互囡仔自由发展，所以伊无想要讲互囡仔伤侪压力，而且阮小妹迄个囡仔可能有小可迄种。毋知是牙齿还是啥物，就是伊会就定定拢会毋知安怎就向夹起来，就开始走来走去，搁会去弄。迄毋是迄种足严重，毋过就是你若是甲伊耍甲伤欢喜的时阵，伊就会开始失去控制，所以阮小妹就是无想要互伊的囡仔伤大的压力，就变做讲伊可能是会。就是时不时就讲一两句讲，你台语这你敢听有？或是讲伊无要反应，还是讲伊有小可排斥的迄种感觉，阮小妹就袂搁坚持要甲伊讲。伊是几岁？即马应该是大班吧，大班还是一年啊？嘿啊。因咧学校，因咧学校真正是因学校老师拢互因听迄种中国的迄个儿歌，你知哦？就是其实迄是简体字的，毋过就是唱咱虽然是听迄种儿歌，毋过是简体字。我看着我拢甲阮小妹讲，你这嘛小甲因迄个老师反映者，毋知影是有效无效。学校会放简体字哦。对啊，学校老师拢传迄种有简体字的影片，互伊的囡仔讲做即个，转来厝呢会当练习听啦。毋过迄种囡仔歌吼是华语的囡仔歌，就是毋过迄就是咱细汉时定听到的，譬如讲迄个一时想袂起来，就是伊顶个放互我听袂记啊，就是咱细汉时定听到，毋过是简体字，我感觉足奇怪，我就叫伊讲，你这爱甲恁迄个学校老师反映者，讲袂使分享即种中国简体字的物件啊。嘿啊，其实迄个囡仔的迄个学校有当时吼，咱家长真正爱迄个爱较注意。阿明我讲，歹势，我想要分享者，虽然讲我也未生囝的，毋过分享家己的故事好啊。这嘛毋知影算故事无？我毋知影这甲迄个是毋是有区域的这个区别啊？因为阮庄脚囡仔嘛，出世会晓讲话，就是拢讲台语啊，甲讲阿嬷、老爸、老母安尼，包括我共年的兄弟姊妹、表的即辈嘛是共款，所以我咧甲我共年的兄弟姊妹咧讲话，足自然的，就是拢是台语啊。毋过阮一寡表兄表姐，因的囡仔。你甲因的囡仔咧讲话，大部分嘛是拢用华语咧讲，所以我感觉，这点我感觉是足奇怪的代志啊。毋过甲家己的爸母，还是讲甲阿公阿嬷咧讲话，迄个拢足自然，拢是台语啊。搁一点就是，因为我离我中部人嘛，着因阵读册时阵，我着去台中读册，台中算都市嘛。同学就拢学校边讲，就是同学大家咧讲话开讲，大部分拢是华语较济。就有一遍毋知咧讨论着啥，就讲，阿明迄南投来
台语可能较好哦，装卡来。我讲还好啦。啊，因为因可能我毋知影都市人是毋是自细汉的环境是安尼，啊，听着台语的环境较少啊是安怎，我嘛毋知。问题遐当个看起来，我嘛伫个社会捌甲人走跳过，所以讲，你讲台语是听有啦，毋过讲是普通时啊，就无咧讲啊。啊，我伫当阵伫个阮遮咧读册的时阵，可能因为是装卡的关系啊，所以大部分同学若要讲台语咧沟通啊交流，这拢无啥问题呢。就比如讲，搁较装卡的所在，搁较装卡的囡仔出来，下要改讲台语拢毋是啥物问题呢。这毋是像一寡歧视的意思啦。我意思是讲，若去到都市，较接听人讲台语的，毋是着较接听着3字经、5字经安尼尔。啊，我较接触的市内的台中尔，啊，其他的所在我都较毋捌去过。啊，这是我的经验啊，啊，甲大家做一个分享。以上。所以你伫台中读册的时阵，恁同学就是讲华语较济。系啊，包括国校的时阵嘛是啊，国中嘛是啊。当然你也知影，同学若是毋是会晓讲台语，有当时啊听伊咧讲华语，就知影伊会晓讲啊无啊，啊无就是知影讲倒位啊人，啊就大概知影。我毋知，我头拄毋才讲，这毋知是毋是有区迄个即个区别无啊？因为阮拢装卡囡仔嘛，啊就装卡囡仔都拢讲台语较济啊。我感觉可能区域嘛有关系，毋过嘛甲人有关系啊。小佳请讲。我会感觉是吼，迄时大人的角色真重要啦，因为我嘛算是都市人嘛，我住伫台北。啊，我会记得我自细汉，阮阿公，毋是阿公，我出世时应该已经无伫啊。我阿嬷干那会晓讲台语啊，自细汉就听伊讲台语，听伊讲到我去读幼稚园的时阵，才有开始学迄个华语啊。毋过我是毋是细汉时阵会甲阮阿嬷，还是讲爸母讲台语，这我都无确定啊，我袂记得啊。反正自我有记忆以来，我拢是伫讲华语较济，比如讲伫学校啊，到同学我以前嘛去捌互老师处罚过啊，就是讲台语，伫学校讲台语安尼。问题就是安怎我讲台语会长遮尔久，毋过我若是搁捡倒来嘛袂讲真困难，因为迄细汉时的记忆已经伫头壳内底啊。所以虽然讲我中有一段时间真久拢无咧讲，毋过要家捡倒来是真简单啊。所以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讲，做时代的迄个态度真重要。是毋是家己爱觉醒，讲甲家己的囡仔讲台语？你莫想讲会惊讲我即摆若甲伊讲台语，若去学校会对人袂着啊，会袂晓讲华语啊，会讲学了较慢啊，是呢？绝对袂，因为我感觉囡仔人伫学习一个语言真紧，无你莫用你家己较慢的迄款想法去想你的囡仔，因为囡仔人的学习的速度是比大人搁较紧的，对啊，所以我在想讲，即摆在座的若是已经做爸母的，还是讲准备要做爸母的，还是可能将来有一天要做爸母的，就甲即点记起来就好啊，就是甲恁囡仔讲台语安尼，华语都然后好好去教。以上。阿明请讲。对，我要甲阮姊啊赞声者，伊讲了对，因为我家己的经验就是安尼啊，袂记，我是会记得我练读幼稚园的时阵，我嘛是用讲台语呢。一直到迄个小学去读册的时阵，老师毋才有教迄个教注音。若无离迄进前，我拢讲台语较济啊。所以有一遍，我幼稚园毕业啊，要注册要读国校啊，因为阮伫咧厝诶拢讲台语嘛，阮老母一遍就甲我讲，你敢若会晓讲台语，毋过你去学校拢是讲国语呢。迄当阵囡仔人要来听这啥物意思？你当阵个摇伊讲对啊，我若袂晓国语要安怎？
其实就免烦恼啦，就记，自然就会甲你教注意嘛，久来就会晓啊嘛。所以我是想讲，后摆若有家己的囡仔的时阵，该一出事，你甲摇，你甲请的时阵，是该用台语交谈嘛。伊后尾爱去接触着华语的即件代志，迄个后摆才讲嘛。像我家己，虽讲二学啊是讲华语，毋过倒来到厝诶，就自动转变做台语啊。因为阿公阿嬷甲你问啊，今日去学啊，老师甲你教啥？有爱写啥物功课无？安尼啊，你就真自然的回答，用台语去回答阿公阿嬷咧甲你问的字啊嘛。系啊，就是安尼。好，以上。所以是毋是大人的态度较重要？大家爱坚持，爱加油。好，以上。我感觉华语即摆已经非常敢会使讲非常，已经足强势。对啊，你看你迄电视一拍开，啥物物件册，啥物世界拢是4到2拢咧讲华文诶，华语诶，所以是咧烦恼啥？烦恼你诶囡仔袂晓华语哦。啥物因定定咧讲诶，啥物莫互囡仔输在起跑点哦。迄落诶，好。歹势，我搁分享一个，就是迄嘛是我昨去找阮小妹，我才知影诶，就是这嘛会当来想看觅啦，就是阮小妹昨就甲我讲，因即马算应该是小学款啦，就是因咧学诶迄种数学叫做建构式数学。其实迄个物件因咧教诶时阵，其实足强调所有诶逻辑。因为迄个数学老师咧教的时阵，拢是用迄种用中国话咧教，所以变做讲因咧学的时阵，其实就加强迄个华语、中国话的迄种语言的逻辑。像伊昨就甲我问讲，因上课的时阵一个题目，就是叫做请圈起6个，请圈起6个，伊的题目就安尼尔。伊迄个考试的迄个考卷顶悬就是画6个物件，画6个同款的物件，画6解就对。阮小妹迄囡仔就是伊甲每一个拢甲画一个圆箍仔，甲考起来，所以就伊总共画6个圆箍仔，所以伊迄题就毋对啊。尾老师就甲伊讲，你这写毋对啊。阮小妹就敢若是有甲老师问讲，是安怎伊安尼毋好？伊迄老师就解说讲，就是圈起6个，意思是爱一个圆箍仔箍6，安尼才是圈起6个。为即题内底，你就会当知影讲，就是伊迄种所有的建构式数学的逻辑，其实是食迄个语言的逻辑食足重的，所以其实因咧学即种数学的时阵，会思考会愈好，即种语言食去，牵去啦。所以我感觉这嘛是一个问题啦。所以就是最近有一个啥物是阿峰老师，是毋是？有咧数学教用台语咧教数学，我感觉这是真重要，嘛是足需要的。一个算是专业的台语，用台语来教专业的知识，这嘛是应该是讲同款重要的物件，毋是干那讲咱一直讲台语就好，因为会当用台语讲真侪所有专业的代志拢会使讲，安尼才袂。就是讲虽然讲咱定咧讲台语甲囡仔生活当中拢咧讲台语，毋过因咧学专业的时阵，无台语的时阵，安尼同款嘛是会互一直互中国话即个语言的逻辑交叉。对，我想要表达是这。所以其实有一个台语的学校是真重要的嘛。因为伫学校内底，所有学科拢会当用台语来教。是啊，毋过就是即马就是会当用台语甲专业的人，其实还阁无够侪啦，所以这嘛是咱爱想办法的。得如互囡仔的台语环境应该就真好啊，吼。其实我感觉是无够理想，因为我遐有足侪代志拢无啥会晓讲，就是因为我是大了才转台语，会使讲是。阮囝出世了，我才转台语。所以讲，平常时有一个较有的同事，我虽然会晓讲，毋过我会想，就变做讲，我真正讲啊，足正会顿地，我感觉无介理想。嘿，而且听我讲就知影，你就是毋是讲参像阿手指遮尔认同的迄种，就小可会磕顿地啊，表情嘛是会了无自然。
毋过囡仔就学足紧诶，伊就是学到就早诶。去幼稚园嘛是2-3个月就甲华语拢赶倒转来啊，足紧哦。对啊，毋过有训练有差啦，伊就是讲伊知影伫厝诶是尽量是莫讲华语。伊即摆去差不多2-3个月转来，伊就知影讲，伊即个物件是华语，伫厝诶是袂使讲诶。哦，所以爸母诶坚持是真重要诶。对，就是爱坚持到底。而且我无特别介意讲爱安怎翻译，伊就家己会晓翻译，我嘛毋知是安怎形成诶。伊读册内底有家己诶一个系统。安尼哦。系啊，因为就是阮丈母迄边较无认真，就是嘛是学校诶国文老师啊。伊迄边嘛是食通中国语食足重诶。伊定定看着新诶物件，就足欢喜诶，甲伊用各中国话去讲。因为看着讲暴龙，甲伊讲暴龙，暴龙我就绝对袂讲暴龙诶啊，系啊，我可能就讲 T-Rex 即种诶，即想办法甲闪过。伊甲听着2摆暴龙，伊就甲我讲暴龙，我毋知伊安怎翻译诶呢，我完全无教过伊暴龙即款物件，对，伊家己想会出来。我就感觉囡仔真正足巧，华语就是去外口自然学就学会晓。就毋免想计较。即摆华语实在是够标准。因为你去听，你若较有咧接触囡仔吼，你会知影讲，其实即摆有一寡囡仔，尤其是看手机啊大汉去大人毋顾的手机啊拼了，伊家己看 YouTube 迄种诶中国腔足重诶，非常诶重。就讲无你听着你会感觉来找一个阿拉囡仔来。抖音小红书一款的哦。对，就是3-4囡仔大汉诶。即摆是真正不离啊多，而且你去听因爸母讲话，就是一般正常诶台湾腔诶华语，你可能毋是讲台语，毋过你听伊讲华语，知影讲这应该就是平常时伫台湾大汉诶。毋过囡仔一个讲话就是足重诶中国腔，我已經拄過幾啊擺，逐擺攏驚着。係啊。阿明請講。歹勢，我是想要請教迄個阿七姊啊，毋知有佫有佇咧無？阿秋。有。嘿，之前我聽阿秋姊啊講，佇迄個學校咧教台語嘛吼。嘿。毋知影講敢有啥物款誒條件？條件就是 B2 啊。超过就是有 B2 以上诶，爱去参加若是各中各校算讲县政府就会办迄个研习到就是志愿人员诶研习。县政府诶，就是各中各校会使去教各中各校。你是教各中各校诶？我去算讲，因为我阁有教一间是各中高中诶，就是中学诶，因为伊就是找我去教高中，高中伊嘛叫我，伊就讲叫我爱去考啊。我了解，要甲秋姐请教讲，你咧教诶时阵，毋知即个囡仔伊诶台语诶程度啥款？台语高中诶比较好，因为高中伊拄好起来，伊拄好国校啊接起来，所以高中会比高中诶较好。安尼是因为讲，就是因其实是敢是学校环境，还是讲因囡仔嘛是共款甲时代拢咧讲台语，所以甲国中起来诶时阵，因诶台语嘛是共款拢迄底也个在啊，也个伫咧。两个原因拢有啦，就是一个就是因拄好对国校啊，因为国校啊因有学啊，所以因就才较会着，阁有一方面嘛是爱拄好。若讲较会晓讲嘛是，较会讲嘛是主要。刚刚有被讨论呢。好，感谢阿秋姊。所以迄个外县市来读的高中生变做都因真侪台语拢是无啥会晓讲较济，因为看迄字，咱有想讲迄课本迄字汉字，咱有感觉讲这简单，应该会晓讲，会晓念台语，因过因拢念做中国话。我是毋是有断站啊？我是毋是中午有一集无听到？嘿，我开始嘛是安尼呢。有中午有，因为
因为我感觉阿秋敢若甲咧讲啊，毋过迄落我讲话时阵，迄落我敢若是毋是有一集无听着？主要是阿秋自己家己去试着麦啊。伊迄麦敢若会家己关诶，毋知影。因为我嘛有一段无听着。是我网络诶。因为我发现那变红色，头仔感觉黄色变红色，我嘛毋知影是安怎。都是迄个，是迄个国中部分哦，还是啥？就毋知，因为有一站，就是因为你开始讲诶时阵，煞落去讲我讲，为啥我有一段无听着？就是你，就是阿秋姐头拄仔咧讲迄个有两个原因，拢有诶迄个所在啊，讲头仔讲无两句哦，讲无两句就去啊，迄啦，就是因为你若国校伊接国中诶时，伊就是伊拄接，伊算讲学校伊早个有伫讲，学校有伫教，所以伊才较会着。啊，高中伊就是当较久，啊，搁因为高中迄个学校伊是迄个注重升学诶，所以因迄个学校私立啊有拢不哩侪学生拢对台北啦、桃园啦过来读诶，所以因遐诶囡仔都较侪拢是，除非厝内有伫讲啦，无因诶台语拢无啥好。了解，感谢。啊，你有想要去考哟？想要去教哟？无啦，我得迄个好闲，着甲阿秋姐警告一下安尼啦。我都毋知影想讲着咱进这个敢要教这台语，敢有需要什么款的条件安尼？就是基础嘛，搁迄个研习啊，若高中就是教育部办的研习，若国中国校就是县政府办的研习，迄个教职人员的研习啊。有诶，像阮宜兰县的研习，就是尽量啊，伊就是伊无考试，伊就学你试教一个尔。啊，有诶我嘛看因教甲嘛，伊就是拢互人过啦，伊无伫害人诶，都无讲啊，即个无好无通过，差不多拢过，因为来研习诶人嘛真少，讲实在。算讲有去报名，啊，你就算有排着名安尼就对啊。就是你研习啊，你拢有来参加啊，我基本上伊会互你差不多安排10分钟诶试教啊，你若有安尼试教吼，基本上伊就拢互你过啊啦。县政府是安尼。了解，算讲因为即摆咧教即个母语诶即个课程诶老师较少，所以就欠啊。嘿，欠真济啊！听讲有人敢若有摕着美图，伊无去参加研习嘛，拜托伊去教。安尼哦。我有听，看到一个 FB 的朋友安尼写。了解，安尼表示咱真正真欠，嘿。对。啊嘛是讲。在座大家后摆若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理想，会当得参与安尼啊。好，感谢阿秋姐的分享。因为我感觉即摆现场读册读遮顺的，应该毋免准备去课拢有B two，真正大家拢足敖的。感谢德鲁，感谢阿明，感谢阿秋。今仔日时间差不多，我来做一个结尾吼。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的网站顶面会用伫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干甲倒数的台语插榜，倒数的台语插榜有新的单元，台语白话字基础发音。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请感谢大家今仔日的讨论。好，再会，拜拜。再会，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拜拜。